今日焦點：汽油飆升，推高4月通脹至2.8%。仿製版減肥神藥登陸加拿大市場。雪鳥飛行隊後年起暫停表演。皮爾區警局遭誤殺案，家屬索償8000萬。我係雪晴，即刻為大家分析。立即訂閱我哋，關注加拿大時事新聞。加拿大統計局公布，今年4月份嘅年通脹率升到2.8%，主要係因為油站嘅汽油價格飆升，同舊年同期相比，4月份嘅能源價格大幅上升咗19.2%，其中汽油價格咧仲升咗28.6%。統計局指出，中東局勢緊張，美國同以色列同伊朗嘅衝突關閉咗霍爾木茲海峽，加上轉用較貴嘅夏季混合汽油，導致全球能源價格上升。雖然聯邦政府喺月中暫停只收燃油消費稅，幫手緩和咗升幅，但因為2025年4月取消咗消費者碳稅，令到對比基數變高，反而推高咗今次嘅通脹數據。雪晴觀點：地緣政治直接推高油價，最終埋單嘅依然係普通市民。講完生活開支，我哋再睇下同健康有關嘅消息。加拿大嘅藥房開始供應俗稱減肥神藥 Ozempic 嘅仿製藥。加拿大衛生部早前批准咗 Dr. Reddy's Laboratories 同 Apotex 兩間藥廠生產呢款用嚟治療2型糖尿病同肥胖症嘅仿製藥。由於原廠藥廠樂同樂德嘅專利保護喺今年1月完結，仿製藥得以順利推出。Dr. Reddy's 表示，佢哋嘅仿製藥上個星期已經喺加拿大部分藥房上架，預計好快會推廣到全國。卑斯大學藥劑學教授 Brian Rodrigues 形容呢個係一個重大嘅改變，因為平價嘅仿製藥可以大幅減低患者嘅經濟負擔，幫到更多有需要嘅人。雪晴觀點：仿製藥打破專利壟斷，對面臨肥胖威脅嘅患者絕對係喜訊。醫療藥物有新突破，但軍事裝備方面就面臨青黃不接。加拿大國防部長 David McGuinty 宣布，軍方標誌性嘅雪鳥飛行表演隊喺2026年底表演季結束之後，將會暫停飛行，直至新戰機運到為止。目前表演隊使用嘅 CT-114 導絲式噴射機自1960年代服役至今，已經非常老化。軍方計劃用瑞士製造嘅 CT-157 Siskin 渦輪螺旋槳飛機取代，但相關採購合約仲未落實。外界預計雪鳥隊可能要到2030年代初期先可以重返藍天。總理卡尼表示，佢繼承咗呢批壽命將盡嘅舊機，軍方會盡快完成更新。雪晴觀點：表演隊停飛折射出加國軍備老化，更新步伐顯然慢咗半拍。講完軍事裝備，我哋轉向關注社區治安同打擊罪案嘅消息。河頓區警方宣布偵破該區歷史上最大規模嘅非法槍支案。警方喺為期6個月代號為塞浦路斯行動嘅調查入邊，檢獲咗24支準備流入市面嘅手槍，大批毒品包括幾公斤可卡因同大約16000粒奧斯康定止痛藥，以及超過375000加元嘅現金同加密貨幣。4名涉案男子分別嚟自列治文山、多倫多、奧沙華同密西沙加，佢哋正面臨超過30項刑事指控。警方表示呢個犯罪網絡非常龐大，涉案槍支相信全部係由美國走私入口。雪晴觀點：美加邊境走私槍支泛濫，一日唔堵截源頭，治安都好難改善。治安問題令人憂慮，而物價飛漲就直接影響民生。根據加拿大統計局嘅最新數據，緬省同新斯科舍省喺過去1年嘅通脹率達到4.3%，並列全國最高，遠遠高過全國2.8%嘅平均水平。
其中緬省嘅食品價格升幅高達4.9%，係全加拿大最高。另外，緬省嘅物業稅亦都飆升咗超過19%，升幅係第二高省份卑詩省嘅2倍有多。大爾豪斯大學學者 Sylvain Chabour 分析，能源價格高企，令到向草原省份運送物資嘅成本大增，直接推高咗超市嘅食品售價。雪晴觀點：物業稅同食品價格雙重夾擊，緬省居民嘅生活壓力實在沉重。跟住落嚟呢單新聞涉及一宗令人痛心嘅警民法律訴訟。一對印度裔夫婦喺安省卡里登嘅租住單位入邊，因為被誤認身份而遭到槍殺。佢哋嘅仔女入稟法院，向皮爾區警方索償超過8000萬加元。原告指控警方喺案發前幾日曾上門尋找一名同前加拿大奧運滑雪板選手 Ryan Wedding 販毒集團有關嘅男子 Bobby。但警方當時並冇警告呢家人，佢哋正面臨即時嘅生命威脅。案發時，死者嘅女兒身中13槍生還。原告認為，如果警方當時有盡責提醒，悲劇絕對可以避免。皮爾區警方就否認有任何過失。雪晴觀點：警方情報溝通失誤，導致無辜市民喪命。呢次訴訟將拷問警隊責任。睇完呢單訴訟，我哋轉去關注加東地區嘅能源爭議。紐芬蘭同拉布拉多省同魁省政府就丘吉爾瀑布發電站簽署嘅諒解備忘錄遭到獨立審查委員會批評。報告指出，呢份備忘錄存在根本性問題，重蹈咗1969年不平等條約嘅覆轍，並不符合公眾利益。雖然協議能帶嚟財政收益，但限制咗紐芬蘭電力公司獲取電力嘅權利，而且定價機制存在漏洞，令魁北克電力公司掌握過大控制權。報告仲指責前自由黨政府過度干預談判，無視專家意見，將協議期限制喺50年內。雪晴觀點：歷史教訓歷歷在目，能源談判必須以捍衛本地長遠利益為大前提。仲有一條關於加國商界巨破離世嘅消息。加拿大著名家族企業 J.D. Irving 有限公司嘅聯席行政總裁 Robert K. Irving 喺新不倫瑞克省蒙克頓嘅家中因癌症病逝，終年71歲。Robert Irving 同時擔任 Cavendish Farms 嘅總裁，該公司係愛德華王子島最大嘅私營僱主，亦係北美第4大冷凍薯仔製品商。佢一生致力於推動大西洋省份嘅經濟發展，仲擁有蒙克頓野貓隊冰球隊，對當地社區貢獻良多。政商界同埋體育界紛紛對佢嘅離世表示深切哀悼。雪晴觀點：傳奇商賈嘅離世標誌住一個時代嘅終結，對大西洋省份影響深遠。關注完家動商界，我哋返嚟安省睇睇多倫多湖心機場嘅發展爭議。安省省長福特計劃大力重新發展多倫多湖濱區，包括接管並擴建比利不曉普多倫多市中心機場。不過，多倫多市府官員喺省議會委員會聆訊上警告，如果將湖心機場嘅年旅客吞吐量提升5倍至1000萬人次，將會對市中心嘅交通網絡同公共交通系統造成災難性嘅擠塞，甚至會惡化港口嘅水質。雖然省府交通廳長表示，聯邦政府同總理卡尼都支持呢個計劃，但專家質疑擴建所帶嚟嘅經濟效益可能被誇大。雪晴觀點：強行擴建只會令市中心交通雪上加霜，發展前必須做好規劃。最後呢一條消息係關於一宗跨省失蹤少女嘅悲劇。薩斯克切溫省皇家騎警證實，上星期喺該省北部原住民社區附近發現嘅人體遺骸，屬於2025年5月失蹤嘅16歲賓頓市少女 Jaycia Webb Long。警方已將案件列為謀殺案處理。
死者喺舊年3月離開安省前往薩省，其家人喺4月向皮爾區警方報案。警方曾追查到佢喺薩省嘅住址，但當時被告知佢因山火撤離。死者母親表示，完全唔知個女去咗薩省，亦唔識嗰度嘅人。警方呼籲公眾提供線索。說情觀點：跨省失蹤案演變成謀殺慘劇，點樣加強跨省警務協作，值得反思。以上就係今日嘅說情加拿大粵語新聞，多謝收睇，下次再見。